啦，咁啊，第二樣嘢咧就係頭先咪話貝森特講呢個強勢美元嘅強美元嘅，咁因為佢而家或者佢上任嗰陣時都係提倡啦，點樣去吸引啲企業嚟到去投資喺美國無論係呢個製造業啊，定係其他嘅領域都好啦。咁呢度亦都係支撐住嗰個強美元一個好緊要一個嘅基礎啊基石咁樣嘅。咁博士又認唔認同呢樣嘢咧？佢講緊嗰種強弱咧，可能係以10年計，或者至少5至10年計嗰種咁嘅 time frame 嗯，咯。究竟個美元嗰個趨勢係趨強定係趨弱？即係你如果你 fit 條10年 trend、20年 trend，講緊係上定落嗰種咁嘅論述，就唔係講緊你而家你短線個美匯由998上翻101係，講嗰啲。係啊，係啊，係。如果你講緊嗰啲嘢咧，就多數係圖表啊、技術啦、或者資金流向啊、風險胃口啊，係嗰扎因素影響住嘅。咁事實上個美金其實近呢10年8年都係算係強嘅。即係美匯，如果你由有史以嚟1960幾畫到而家個中軸大概係80零90度，接近90其實 anywhere 高過90其實都係屬於強嘅。嗯，咁你而家偏離90呢個大個中軸啦，我最 latest 我冇畫過啦，但係你如果你畫一個好長期嘅一個 trend 嘅話，個中軸或者個趨勢大致上喺95上下度，你而家偏離90已經係一段相當嘅日子，即係未有好明顯嘅一個繼續趨向90或者短線有一個急於趨向90嘅壓力。雖然有好多炒匯老鬼都係睇佢跌嘅。呢種睇法就係圖表上嘅均值回歸，即係你因為見到佢上去115啊嘛，咁你就覺得佢會懟翻落去。但係如果你睇埋美國個 fundamental 真係強到冇人有啊！佢打仗佢中意點樣斬手就點樣斬手，佢而家晶片佢立晒，石油佢立埋，即係佢以佢咁樣嘅，即係本身金融都立晒啦嘛，以佢乜鬼都立晒俾佢玩晒嘅時候，全球嘅消費又佢立晒嘅時候，咁我想問一個咁樣嘅國家有個強嘅匯價有咩問題咧？好合理嘅。嗯，因為咁嘅國家嗰個匯價跌到唔清唔楚，我就反而覺得係咪個匯價啲問題咧？係咪？嗯，係啊。嗱，所以呢個強美元政策咧，可唔可以都判斷我哋 for long term 一個嘅頭先你話啲 fund man 做資產配置啊，我哋即係 for long term 嘅資產配置啊嚇，都係一個決定嘅因素咧。未必好係嘅，咁你日元就夠弱啦，啲分咪一樣咁湧入去買，因為你嗰個股市嗰個升跌嗰個幅度遠遠冚過晒個匯價變動因素啊嘛。誒，啲匯價變動可能一年講緊係幾個 percent 到嘅啫嘛，通常唔超過5%。嗯，間唔中有1年2年美匯行，一年行10%，但係你如果你數下歷史上，即係得3次啫。嗯，即係一年半年又行10%，係好少有嘅。大部分時間個美匯都係或者整體其他貨幣一樣咧，都係唔多上落嘅，幾個 percent 上落。咁你幾個 percent 嘅話，即係你對於一個動輒幾十 percent 喐動嗰啲股票嚟講，咁其實就即係可以唔考慮咯。我認為。嗯，OK，好啦，最後就講埋個多啦 yen 咁樣啦吓，哇！我見嗱，當然到我哋真係播出街啦，聽日播出街，禮拜三播出街嘅時間啦吓，日本係咪都再次要干預嗰個匯市咧？咁但係又咁講，博士之前都真係干預過 N 次啦，都係咁樣嘅款喎。所以個 yen 哇162.幾啊！而家呢一刻6月30號你而家咁樣去拱上去，就有機會俾佢喺7-1做下嘢嘅。7-1應該有啲 market 放下假嘅，我估。我哋咯，呢個央行係啊，呢個央行都陰陰濕濕會揾啲放假位，揾啲鬼鼠位，或者7月4號，唔係喎，哦，係咪美國有俾個國放假三毛俾個有一日假期係啊，呢啲咁嘅鬼鼠位咧，佢就嚟㗎啦。咁所以你又拱上去嘅，即係挑人佢，就走去揾啲鬼鼠位整你一鑊，整翻落嚟。
但係整完咪又係咁，今次咪又係搬埋阿貝森特上台，就話我哋美日啊都傾咗啦，點樣去即係睇住個匯價咁樣。咁之前都試過㗎啦，即係入咁係，因為整體個市場息口壓力其實講緊係佢需要加息㗎嘛。咁佢係唔肯加啊嘛，咁你唔肯加咪係咁變咗，即係嗰啲一係就喐個息口，一係就等匯價喐啦，時間一樣嘅啫。嗯，唔肯加有咩好處咧？即係我同你即係做節目，你不停就話佢應該要加啦，即係佢又唔加咁樣。但其實佢唔加，唔肯加你冇反向好去諗咯，我睇唔到咩啊？好處咯，我睇係咯，唔到好處咯。我曾經嘗試，不如代入去阿植田和男，即係佢出咗院啦吓，咁去諗，即係或者央行去諗唔加有冇啲咩好處咧？我哋成日都一面倒就係話你應該要加咁樣啊嘛，咁真係諗唔明，即係日股咯，keep 住咁樣升咯，即係你個 yen 弱嘅話，呢啲咁嘅央行啊、政府做嘅嘢都好難理解喎，講真。即係你等於特朗普無啦啦話要減息減到一厘，我都拗晒頭。咁減息減到一厘有咩好處？我都唔係好明。好啦，最後就小總結啦嚇，咁因為即係其實都想講埋咧，即係下半年嗰個嘅走向，喂，環球個局勢嘅走向啦。咁既然博士都繼續講話，其實佢係講亞太嘅，即係韓國包唔包括埋日股啊？日股因為其實 year to day 都好勁噶嘛，即係埋單計數嘅。嗰張圖好似冇咁離譜，哦，但係韓國同台灣係離譜啲。即係如果整翻落嚟嘅話，呢兩個濕滯啲啊。日本好少少，日本啲 fundamental 紮實啲，即係日本話晒，譬如你整機械人啊，整各類嗰啲配件啊，其實係均勻啲、齊全啲。即係台韓就比較獨沽一味嘅啊，日本係比較闊少少。日本做 AI 幾廿年前已經做緊㗎啦啊，咁佢整體嚟講係升得有理由啲咯，咁講啊。嗯。所以韓股、台股即係去到下半年，係咪即係資金撤出，然之後就去美股，定係會係其他嘅資產？美債我估會有啲去翻美股，有啲會轉 sector，新嘅轉舊嘅，有啲會索性避險轉翻去債，幾路都可能有。打散晒咁樣，未必去緊一度，所以個跌市跌都好。當然啦，你韓國嗰啲咁升嘅，梗係跌翻落嚟買啦。但係其他嗰啲，譬如話你話美股去賭佢跌都好，佢可能跌得有秩序，跌得唔係你想象中咁。你話我諗住就得啦，你跌我就沽佢，佢哋沽佢又唔跌啫，係咪？跟住你諗住跌多啲先留底，咁佢又唔跌多啲俾你，即係有機會係咁樣樣。係啊，邊有咁好啊？你想佢跌多啲啊，俾你鬧或者再咩啊嚇？咁所以係咯嚇，咁就所以咁啊睇點樣叫論得上係爆炸咧？冇，唔係係咪先？我唔好，即係個人比較誇張嘛。同埋你諗下，我再講翻你上個禮拜講嗰啲嘢，咁成節我講啦，就唔使你講啦。爆炸邊個講？你講嘅嘢咩？我講嘅，我認嘅，係我誇張啲嚇，即係去澄清翻上個禮拜，又唔係澄清嘅，即係去進一步啦解釋翻上個禮拜講嘅嘢啦嚇。anyway 都係睇淡，但係又唔係覺得佢會好恐慌、好得人驚嗰種啊。